箱根旅行记，我上礼拜去箱根了，所以今晡日我会讲我嘅箱根旅行记。学校当年本留学生100元嘅旅费，本我着去旅行。我最近写报告写到真忝，我想去泡温泉，做得消除疲劳。所以我就决定去箱根。我伫名录坊寻到一间Lisa Ondo B&B拍相。这间Lisa最便宜嘅房间是一间1暗晡3800元嘅，不过我订嘅是1暗晡4500元嘅房间，因为限量中，所以去踅8间Lisa嘅温泉，总共做得踅4间无共用嘅温泉。这间Lisa嘅假释按便宜，是因为这个片数老洗身间拢是共用嘅。这间Lisa总是有一间大嘅洗身间。建议我坐电车坐到箱根有无到，过问公车到科学园下车。我带嘅Lisa就伫科学园嘅附近。一到Lisa，我就急去泡温泉咧。一下去，我就感觉我规整人变真轻松咧。我想抓惨的我忝咧，按为遮我总是食一只面包天天。我抓我内顶看电视，看到金独木水。到半夜我转到 BS 其拄好找叫做天亮，是黒澤明嘅天亮，温度47.6度。我吃到真好看，看电精神都来了。第2日早晨，Lisa 有提供面包老咖啡，面包有8种，细粒的，真，不过刚好是适合早晨我去泡一摆温泉，才离开Lisa。接下来我还有3间嘅温泉要去看下咧。3间温泉地杯，我吃到有那3个莫里诺油一定好，因为其油深度无共用嘅欧芙罗，有木材做嘅桶嘅，嘛有用石头围起来嘅露天温泉。建议落水，我去露天温泉浸，看见天空嘅云，亲像是会流规座山拢包起来咧，真正。到下晝天气慢慢变好咧，山嘅面貌嘛渐清楚起来咧。我感觉一家真好运，一日当中我看到2种无共用嘅风景。最尾我去福泽路科学园，这间Lisa比我带嘅Lisa较大搁较正。伫太堂到露天温泉露坊嘅壁，是玻璃做嘅，做得看到那边嘅风景。我看到细海、石头，然后真多水诶。这间Lisa老自然带到目的地咧，箱根真近真正，我很快很爱来。